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，讲有8成的民众，逐工的菜色、水果拢食无够，尤其是学生囡仔，敢若有7%的国小学生哦，有食到需要的量。医师是表示，讲囡仔的早顿哦，大部分拢食一寡胖类，会造成血糖升啊真紧哦，就无法度专心，会影响到学习的效果。有营养师嘛建议讲，早顿哦，会当互囡仔食金蕉、奇异果这款水果来稳定血糖。早餐会帮小朋友准备水果吗？水果不会，因为午餐也会有水果啊，所以早上因为他吃不太下水果，所以早上不会用水果。那通常小朋友一天是吃多少份量？ 2个拳头应该有。像早餐会帮小朋友准备水果吗？会，量差不多就一点点，它再比一个拳头再小一点。随机问家长敢会替囡仔早顿准备水果，有人会，有人袂。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8成的国人逐工菜色水果拢食无够量，而且学生的比例是上悬，敢若7%国小的学生达到逐工3份菜色2份果汁的量。那实际上这样子的不足，也可能会导致孩子的这个便秘啦、维生素 C 啦、矿物质啦、膳食纤维的不足，然后后续也会造成肥胖啦、肠胃道的症状。医师表示，发现囡仔菜色水果食无够，建议逐工拢爱食果汁，因为当咧发育的囡仔营养素若无够，会有侪问题。营养师也指出，煮过的菜色维生素 C 就会被破坏，所以建议多食水果较有帮助。维生素 C 确实对我们的免疫力是有蛮大的帮助，那可以多摄取像水果的部分。调查嘛显示，家长会烦恼讲要安怎让囡仔逐工食够量的营养素。专家就指出，建议家长为平常时为早顿开始，加放1份水果，譬如讲高头果或者是芭乐，营养素是真悬。要改变食食的习惯，食营养、食健康，会当为早顿开始。记者柯家山、小桂林台北报道。